咱台湾天狗节的疫情目前拢是集中伫咧高雄，台南是遥无本土地例。不过市府加强稽查，已经开1000外张罚单出去啊，有6成拢是客家。讲到这防疫，嘛有高中上课互学生饲3班这款淡水鱼，利用鱼仔食水鼠的特性来防治天狗节。 互我课程老师那个学生小解台湾完成整淡水鱼3班，佮那互学生把鱼仔放落去生态池。台南沙仑国际高中下校甲天狗嘅防治参环境教育结合，利用3班食水处的特性，引入生态防治法，取代化学药剂，唔那环保嘛无害。头摆互学生透过实际行动体验生态教育。该班斗鱼会自己繁殖。 繁殖就可以一直吃孑孓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有可能教室里面有蚊子，就是上课会受到影响，就是可以吃孑孓，就是比较少蚊子。用这种生态平衡的方法，那我们结合环境教育啊，跟我们学校这个人文永续的这个理念呢，啊，然后。 做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的一个登革热的防治。这阵当是天狗节生团的高峰期，高雄已经累积12例本土病例。台南市天狗节防治中心除了加强校园宣导，佮伫各区稽查积水容器。根据统计，到9月初8，已经开出1110张罚单。卫生局指出，上大宗阳性领域是客家占6成，其中高高生水处的容器是桶仔盆栽占上多。我们重点着重在 整个幼卵桶指数比较高的地方，来巡查。只要积水0.5公分就可以滋生病媒蚊孑孓。所以呢，台南市政府从4月1号开始呢，就有公告本市的公司、立场所所有人、管理人及使用人，应该都要去清除登革热滋生源。 台南高大依期零本土病例，不过面对边仔高雄有确诊，加上7、8月风灾造成济厝受损，厝内漏积水，真高生蠓虫。卫生局嘛出动182个人员，立去协助清理。伊嘛呼吁乡亲做伙配合，若稽查人员发现滋生源，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，罚3千至15000块。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。